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里就是联。联本地意思是讲诗文内底一对一对两句，像咱讲对联。另外四句的，咱讲四句联。像古早人讲，歹鸡教子，歹人教英语，歹查甫教兄弟，歹查某教阿姨，拄啊好四句。另外，这个联嘛有小合、小接、袂长的意思，像咱讲联合、联络，也有联手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咱读做联合，这就是合作结合的意思；第二个词读做联名，是讲几落个团体也有组织，因为利害关系或者是同款的目的组织起来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场防疫若是要胜利，就要联合到政府也有民间团体的力量，民众做伙合作来联名，大家共心，铁嘛当变做金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联提供予大家参考。